英国来受咱长老教会差派来海外宣所以即个19世纪以后，西方的教会拢到伫咱台湾来宣传。即个梅坚路政府宣教师以来，北部宣教的工作主要是伫咱台湾的北部、淡水甲台北即个所在。伊承接福建早期宣教师，就是咱马偕所行的即个基础。伊主要是咧建立教会制度甲庙，来协助教会建立组织甲制度，就是长老教会即个制度。所以简单讲，即个马偕就敢若创业家，伊来到咱北部的时阵，建立足侪教会，但是即个梅坚路，伊就是协助咱在地即个台湾牧师学者来建立即个长老教会的制度，所以咱才有即个总会啦、北部大会啦、大会、中会甲咱小会，所以有即个制度的运作，所以算真足好的合作。所以伊伫台湾的主工就是延续迄个延续甲深化宣教的基础，伫马偕以后，咱第二首诗就是讲到以后要来回应诗，就是570首。今仔日牧师的讲道题目是求主坚固我的信心。牧师咧讲到进前，圣歌队有首献诗，这首诗大家真熟就是主点我心内，我就无惊。即个歌的原文是伊的without my vision， 就是我是上主诚做我的意象。上主你拯救的石盘是活水，是活木者，所以互咱一生拢分在咱的主，拢无缺。互咱来面对信心。570首。喂。今仔日是话庭奉献主日，奉献伫请兄弟爱举体甲关心奉献。请安静，当心来敬拜上帝，奏乐。
因为安尼，恁真快乐。虽然现今也应该着伫百样的试炼来暂时忧闷，互恁的心的经验比迄个捌过火锻炼也有缘为败坏的根，要较宝贝的。伫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得到俄乐、阳光、尊贵。三甲的吟诗俄乐上帝，圣诗第246首，246首，请起立。这是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直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年内受苦，领死价，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入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病，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圣神正搁共同的教会，正道的相通，对下面有册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角用启应文第6篇来启应。上帝啊，求你保护我。我捌对上主讲，你是我的主。地上的圣道实在真尊贵。去对别个生命的人，一定加添痛苦。我毋参加因的献祭。上主，你是我的山野，我的福杯。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我要称赞驾是我的上主。我不时感受上主的同在，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因为你袂甲我放杀伫阴间。你会指示我人生的道路，伫你面前我有满满的欢喜。同心来祈祷，听到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阿罗你，伫即个圣洁的时刻，
阮兄弟姊妹同心合意，主旨伫你面前，做伙来敬拜你。你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主啊，求你的圣神降临伫阮中间，求你互阮伫恶乐中设立宝座，伫阮的敬拜中彰显你的荣耀。阮将这段时间完全交托予你，你安静阮的心，除去阮心中的烦恼甲杂念，互阮会当用虔诚的心灵甲诚实做伙来做礼拜。亲爱的上主，你是圣洁、公义甲监察人心的主。伫咧光照中，阮承认家己是一个罪人。阮常常袂记你的疼痛，常常自高，自以为公义，却忽略了你的真理甲疼。为着追求家己的私欲，却袂记你的心意甲旨意。主啊，阮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求你用主耶稣流出的宝血，搁一摆洗清阮心中的污秽甲骄傲，除去阮心中的重担。阮袂阁互罪恶来捆绑，会当伫基督内底得到真正的自由甲平安。互阮会当用清洁的心甲诚实的人来敬拜你，搁一摆重新甲你恢复美好的关系。主啊，阮也要将即个世界交托予你，面对天灾、气候变迁的挑战，以及各所在的战火甲动荡，求主你施展你的大能力。赐下平安甲安慰，阮特别为着国家甲社会中软弱、受苦、丧凶的人来祈求，愿主你会当成做因的避难所，互公义甲慈爱伫各所在会拢展现出来。主啊，阮也要将教会一切事工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主你帮助阮，互阮无定定单伫圣殿中敬拜而乐，伫福音传扬、儿童、青少年。敬拜而乐，或者是探访关怀失足的模样，都会当得到主你的赏赐甲带领，帮助阮会当真正来行入去社会，成做光甲盐，来荣耀你的圣名。愿教会的兄弟姊妹会当做伙来欢喜，做伙服侍，彼此关怀，合一同行，伫主的你的疼中来起造，伫真理上同心合意。互阮每一项事工都会当结出属灵美好的果子，行做这个社区的祝福，互阮会当来彰显基督的荣美。阮诚心摆咧以上祈祷，只是也要照主所教是阮的祈祷文，同声祈祷吟讲。
请做伙来恭读上帝话，记载伫旧约诗篇第16篇。旧约诗篇第16篇。上帝啊，求你保护我，因为我靠你。我的灵啊，你捌对耶和华讲：你是我的主，你以外我无福气。论到地上生的百姓，因是极其好，是我所深深欢喜的。因拜神献活耶和华的，因的忧苦要拿加添。因献殿下的祭我无要献，我的嘴唇也无提起因的名。耶和华是我的产业，甲我杯中的份业。我所应得的，你甲我固守。所量予我的地，是伫真水的所在。我的产业实在真好。我要学了迄个教示我的耶和华，免是我的心肠也指点我。我常常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前，因为伊伫我的正边，我就无摇错。因为安尼，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徛起，因为你无将我的灵魂放下伫阴间，也无互你的圣的拄着朽烂。你要将活命的路指示我，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伫你的正手有永远的快乐。请陈美林牧师讲道，伊的题目是“求主坚固我的信心”。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年咱的国外节拄啊是连续假期中间的一天，所以咱对国外节除了领迄念两以外，敢有啥物印象特别深刻的所在？也是咱要一直停留伫迄几天真美好的假期咧。然后伫假期结束，咱就继续上班，继续上课，咱的生命、咱的信仰，搁恢复日常的模式。但是，如果耶稣的国话对咱来讲是真实的，安尼国话济了后，咱的日常敢会搁甲以前共款？如果你真正相信耶稣对死国话，如果你真正相信耶稣的国话毋若改变历史，安尼你对活地一定会有一个新的定义。今仔日咱读诗篇16篇，伫标题有特别写讲，这是大笔的金诗。除了这篇，伫诗篇56到60篇也有安尼的一个标题。但是圣经学者对伫为虾米会称作是金诗，也无法度有真明确的定义。有可能是大笔感觉伊遮的诗写了特别好，也是伊甲伊有特别的经验，所以伊感觉遮的诗敢若金仔遐尔宝贝。毋过伫遮的金诗的内面，今仔日的诗篇16篇，较有一个真特别的地位。伊互新约的学者看做是弥赛亚诗篇，意思就是伫伊内面有出现将来得要来的迄位拯救者，也就是弥赛亚的预言。所以伫初代教会，即首诗篇定定互因摕来思想关系国话的意义。亲像彼得伫五旬节的讲道，就是引用诗篇即篇的16篇的8节到11节。亲像保罗伫安提阿讲道，伊嘛有引用即篇的第10节。咱看诗篇16篇是一首伫为着坚固信心伫祈祷的诗，但是咱读起来袂感觉讲伊有真特别强烈的哀求，嘛无亲像咱看有的诗篇是伫痛苦中间伫遐呼求上帝。诗篇16篇，互人的感受就是一个真安稳。咱看见即个诗人，好亲像是徛伫人生的某一个点，然后伊回头看，伊共讲：我现在是安稳的，伫我的内面是非常清楚的，我甲上帝的关系是确定的。即首诗篇的作者是大卫，咱若有读过大卫的故事，就非常清楚，伊毋是伫每一个时刻拢徛伫高峰。真侪时，伊是伫黑暗，甚至是伫罪恶中间，一步一步拖伫行。咱的人生嘛共款，伫经历真顺利，伫经历搁偌济毋茫的时，哇，咱感觉有上帝甲我同行，上帝是真的。
但是伫经历风波、犯罪时，有时咱甚至无法度肯定上帝敢有伫我的身躯边。伫迄时，咱敢有法度做出亲像大卫即种的祈祷咧？所以今仔日即段经文凸显出一个问题，就是大卫即款真安稳的性命是安怎形成的？咱要安怎活，才会当亲像伊，有感受到上帝伫我生命中间不断存在，无论顺境还是逆境中间，伊不断存在的安尼一个事实咧。但是即个答案毋是伫第1节，伊是伫第8节。我常常敬奉上主伫我的面前，因为伊伫我的正边，我就无忧错。即节经文是规篇16篇的一个真关键的所在。代表讲，我常常敬奉上主伫我的面前，伊表现的出毋是讲一种的感觉，我感觉上主伫我的面前。伊是一种选择，伊是一种态度。我决定要互上帝定定伫我的面头前，所以伫遮凸显出来，就是上帝伫伊面头前，这是一个足重要、足重要的位置。兄弟姊妹，咱每一天拢将真济代志放伫咱的面头前，咱的工作、咱的经济、咱的人际关系、咱的手机啊。也是对未来迄种无确定性，这物件拢霸占咱所有注意力，然后非常自然的，上帝就互刻到，成做咱生活的背景，甚至最后嘛袂阁出现伫咱的生命内面。但是大卫伊做出一个真无共款的决定，就是伊要将上帝放伫伊上头前。这表示，伊所有的思考、判断、动作、情绪，拢要将上帝放伫上优先的位置来做思考。兄弟姊妹，这毋是一摆的培灵会了后的决志，嘛毋是讲我受感动了后，我去付出一摆的行动就好。这是一种不断在进行的操练，是需要练习的。诗人直接讲，我定定。意思就是讲，毋是做礼拜、读圣经、灵修的时才来操练，是我爱伫日常生活中间不断调整我的焦点，互我会当自信伫上帝。咱来想象有安尼一位姊妹，咱来叫伊小美就好啊。伊是一个照顾家庭的妈妈，伊安怎会当来操练，将上帝放伫第一位咧？一早起来。原本伊开始想要滑手机，也是无用其他的代志，但是小美决定先停落来，用几分钟的时间伫遐祈祷。几分钟无真长呢，但是这表示谁才是上重要的。然后伊伫伊的祈祷中间，伊将伊今仔日规工拢交互上帝。当然，小美会拄着互伊真感觉真歹斗阵的厝边。也是嫌伊煮饭无好食的丈夫，嫌伊啰嗦的囡仔，伊本来马上想要发脾气骂人，但是这时伊的内心想：上帝啊，你望我会当安怎来回应咧？伊互上帝来引带伊的情绪，毋是互家己的情绪来主导伊的心情。然后无论伊煮饭、照顾囡仔、处理日常大小事。伊拢互遮个代志有伊的意义，因为伊会提醒家己，遮个事是我为着上帝在做的。伊伫做每一件决定的进前，伊嘛会先想讲，我安尼做敢有合上帝的心意？当然，小美嘛是人，伊袂免嘛会照家己的意思去行。但是当圣神提醒伊，互伊意识到的时，伊袂去撒责任。伊嘛袂陷伫迄个不断责备家己的中间，伊愿意搁一摆来到上帝面前，祈求上帝的心意。诗人讲，咱若定定安尼在操练，就上帝伫我的正边，我就无忧错。伫我的正边，就是讲古代的人因去战场的时，因遮的战士拢排规排，正手摕兵器，倒手摕盾牌。
所以徛伫我正边的人，伊所摕迄个盾牌，拄拄啊好，就会当保护我。所以即个意思就是讲，虽然咱会面对人生的战场，但是上帝伫我的正边，做我的盾牌，做我的保护。亲像诗篇21篇第5节有讲：保守你的是上主，上主伫你的正边做你的应影。拄仔我有讲过，耶稣的学生彼得嘛捌引用即节来说明耶稣的国话。所以即节经文对伫活伫新约时代的人来讲有特别的意义。伊是伫提醒咱，国外耶稣徛伫咱的正边，诚做咱的辩护者，诚做咱的保护者。所以当魔鬼想要控告咱的时，耶稣对伊讲：即个人是我所赎回的。我看伊做宝贝。当魔鬼想要陷害咱，耶稣嘛用伊的保护来压砍咱，互咱免陷入魔鬼的陷阱。但是这绝对毋是讲信耶稣的人就袂拄着任何的灾厄。上帝袂免除咱来受着灾厄，但是代表讲，若有上帝伫咱的面前，咱就会有迄款无法度想象的平安，甲咱同在。伫顶个月底，台中发生一件杀人的案件，互杀死的是一个牧师的查某囝。虽然咱做基督徒的拢知影，咱的死毋是绝望，但是好好的一个查某囡仔就安尼过身，这对伊的父母来讲是无法度撤销的悲伤。但是这位牧师爸爸，伊流目屎对凶手讲话，伊仰望即个凶手会当真正悔改，会当勇敢面对，毋通躲闪。即个牧师嘛无因为安尼心存怨愤，伊过去拢伫关心遮个对监狱出来的遮个更生人。咱想安尼代志了后，伊敢会继续关心遮个更生人？伊讲伊愿意继续伊过去所做的。为什么即个牧师袂亲像一般受害者的家属，伫遐话讲判伊死刑，一命刑一命？是牧师无够悲伤吗？毋是，我相信是因为上帝伫伊的正边，正做伊的盾牌，无互魔鬼的控告继续折磨伊的内心。但是伫遮咱要注意一个顺序，就是毋是我即个人有够勇壮，所以我袂摇错。是因为有上帝正做我的保护者，所以我袂动摇。今仔日咱若无法度确定讲我甲上帝有一个真稳定的关系，咱的性命就会将真济真无用的代志放伫大身，咱就袂记得将上帝放伫上大身的位置。但是即则经文提醒咱，主耶稣已经讲话。伊伫咱的正边保护咱，但是咱是安怎看待即件代志呢？是认为伊非常重要呢，还是根本无要紧呢？第二，当一个人将上帝摆伫上头前，伊会产生第二个变化。诗人直接讲：我要学落迄个教是我的上主，迷是我的心肠，也指点我。而且咱若使用无共款版本的圣经，就会有无共款的感受。伫华语讲指引，我要称颂那指引我的上主。指引听起来真温和、引出的意思，但是台语是讲教示，翻到较有气力。因为教示即个原文的字是管教，是训练，是约束，有纠正口气的迄种教导。所以代表伫遮讲，伊毋是伫遮讲上帝啊，你互我一个地图，互我家己慢慢找就好。代表的意思是，我愿意互上帝来纠正，然后互上帝重新来塑造。虽望即个过程真艰苦，但是我愿意。兄弟姊妹，真侪人毋愿意互人指正、互人教示，特别到一个年岁，也是已经得到什物款的地位，搁较毋愿意。因为真无面子呢，特别对伫做国王的代表来讲，搁较无容易。国王是一国之君，伊会当做任何决定，
无人敢忤逆伊，无人敢指正伊。但是大卫较伫遮讲，我愿意互上帝管教，愿意互上帝塑造，甚至伊会因为上帝管教伊，伊来献上伊的恶乐。这是因为大卫伊捌亲身体会着，上帝因管教来将伊的性命对迄个特别陷落山崖边仔的迄个危险中间拯救起来的迄个经验。咱会记哩大卫伊做过啥物代志？就是伊贪恋别人的某，伊犯奸淫，并且佫设计害死即个妇人人的丈夫。伫10条戒中间，伊已经犯着3条。上帝若无出手，大卫可能就毋是咱伫圣经中间看见的迄个大卫啊。所以上帝差派先知拿单去指出伊的错误。大卫知影伊认罪悔改，然后写出诗篇51篇悔改的诗。但是咱无想讲上帝管教人就一定会接受。伫圣经中间，嘛有迄种毋愿意互上帝管教的例，就是先知约拿。上帝找伊去对敌尼尼微来传悔改的信息，但是约拿选择的是落跑，结果就是互抌入去大海，互大鱼吞落腹。伊伫鱼仔内面祈求上帝，上帝留存伊的活命，但是当伊去到尼尼微，看见遮人民因为伊讲的一点点仔话就认罪悔改，伊反应毋是真欢喜。对遮咱会当看见，约拿伊无真正的悔改，伊到尾伊挖开嘛是家己的感觉、家己的心意。所以对大卫甲约拿两个人，咱会当看见，互上帝管教了后，人有出现无共款的反应，会将人带往无共款的结果方向。大卫伊真勇敢面对，伊学习顺服，伊的性命就改变，上帝赦免伊的罪。约拿虽然有面对即个效果，但是伊无完全的顺服，所以到约拿书上落尾，咱看见的是啥？圣经停留伫即个先知伫遐嗷嗷念的即个画面。所以当一个人愿意互上帝徛伫伊的面头前，上帝就会出手将咱对迄个错误的道路顶面，甲洗倒转来。但是有当时啊，咱家己无想要离开迄个真舒适的环境，所以上帝只有用搁较严厉的方法来挽回咱，免得咱陷入迄个无法度拯救的惨境。所以后一摆咱拄着逆境，咱会当来回想伫希伯来书即段经文，伊讲：因为主所疼的就敬戒伊，搁凡所接纳的囝就用鞭拍伊。独独即个是为着咱的利益，互咱有分伫伊的性格。为着咱的性格，上帝责备咱。所以后一摆拄着逆境，咱伫遮谦卑领受，咱感谢上帝愿意来管教咱，并且即则经文嘛有互咱看见，圣神的提醒毋若伫日时。诗人讲：迷是我的心肠，也指点我。心肠就是心思，但是即个时间点是伫暗时，安尼大卫毋就是失眠吗？失眠的时真艰苦，你失眠的时拢伫做啥物？咱可能会当来学习大卫。大卫失眠的时，伫迄段无人、无物件来搅扰伊的时，伊伫迄个时间，伊操练家己，留心听上帝的话，来回应上帝的话。有的人会想讲，上帝，你若要引带我，就引带我外在的行动。譬如讲，互我知影讲我安怎做决定，我安怎行，安尼就好。但是伫遮，互咱看见，上帝嘛会引带咱来培养咱内在的敬虔。亲像咱对罪恶敢有敏感度，咱要安怎去回应上帝互我的话？我想真侪基督徒无去想安尼的问题，因为认为我外在有配合就好啊嘛。但是内在的敬虔比外在行为搁较重要。
因为咱若无心存敬畏，就无可能有一个敬虔的行为，庄久啊嘛会互人突破。但是即个敬虔的内在态度，毋是一天两天会当养成的，伊是需要长期互上帝来塑造、来调整。亲像以赛亚书64章第8节讲：上主啊，当你犹原是阮的爸，阮是土，你是烧肥师傅，阮拢是伫你的手所做的。一碗土，伊敢有价值？但是若经过上帝亲像烧肥的师傅捏咱、锻炼咱，咱就变做是一个有价值的作品，并且伫艺术家因伫创作的过程中间，拢是将因的意念、因的概念来透过即碗土来表现出来。同款，当咱敬畏上帝，愿意互上帝来塑造的时，可能过程中间你会感觉真无自在，失去自由。但是咱是伊亲手所捏的作品，嘛是伊所满意、看做是上好的作品。经过上帝塑造，咱规个行为、思考、价值观嘛跟咧无共。有时咱感觉咱受伤啊，以前的咱可能会马上来反击，甲拄转去。但是当上帝塑造咱，虽然咱嘛是会受伤，但是内面可能有一个声音出现，讲莫用伤害来回应伤害啊。这无需要人提醒，咱真自然就会当有即个反应出来。也是亲像你爱买物件，可能过去你拢是用我想要爱来做中心，你一直买，因为我足想要爱的。但是经过上帝的调整，咱可能就会去看见别人的需要。你会想，我无需要遐尼济呢，但是我会当用这金钱去帮助其他的人。安尼的态度嘛，毋免有人来教你，嘛毋免呼吁你爱来奉献，你自然就会产生愿意分享的态度。基督徒行天路，毋是行一条，互咱沿路伫遐欣赏风景，有时佫会当坐落来野餐的路。这条路是一条操练、不断互修正的路。圣经中间有侪经文，你提醒咱，就操练家己。亲像哥林多前书即段经文讲，兼毋知在场斗走的，逐个拢走。若是得着报赏的只有一个，恁着安尼走，才通得着。伫提摩太前书嘛有一段经文安尼讲，着家己练习教持敬虔，因为练习身躯，迄个利益是小看，若是敬虔就凡事有利益，伊有现时甲将来活命应允。伫腓立比书嘛有勉励咱，独走进前，看会通得着基督耶稣的，所以得着我的。兄弟啊，我无掠家己做已经得着，独专务一项，就是袂记伫后面的事，注意头前的事，所彩标来走，就到得着上帝伫基督耶稣对顶面吊咱的想。这经文拢一直提醒咱，咱只有不断互塑造、不断锻炼、操练家己，咱才会当徛在会稳。才当继续往耶稣基督这个目标来跑走。当咱哪走哪进前，咱就会亲像诗人所讲的：“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我的肉身也安然徛起。”伫遐出现的心欢喜、心快乐、肉身安然徛起，互咱看出，当咱互上帝徛伫咱上头前的位置，受伊管教，互伊塑造，咱的心灵就会处伫上合宜的状态。兄弟姊妹，这敢毋是咱人在追求、在找求的吗？现代真侪人望会当透过一寡课程来达成伊心灵的合一，但是几千年前的智慧，咱的圣经早就甲咱讲，这答案伫倒位？大卫虽然伫艰难中间来做这首诗。但是伊袂互遮个艰难打击伊，互伊食袂起、食袂落、困袂去，烦恼东烦恼西。伊讲：“我犹原心欢喜，心快乐，肉身安然徛起。”
这就是伊平安喜乐的秘诀。代笔是国王，会当透过世间真侪物件来追求快乐，但是伊知影，对上帝来喜乐是超越娱乐所带来的爽快。伊爽快是一时的，爽快是起造伫外在的环境，但是对上帝来喜乐，较会当延续。因为喜乐是起造伫上帝甲咱同在的迄个基础。另外，安尼望嘛，毋是咱活地的时才有。代笔知，当伊离开世间，你无将我的灵魂放下伫阴间，也无互你的性命拄着凶难。犹太人相信，人死了后会去到阴间伫遐听候，等待弥赛亚来接因上天。但是基督信仰就无共啊，为虾米无共？因为耶稣的国话，咱就无共啊。咱毋免伫阴间听候，因为基督已经对死人中国话，最假的伫困的头一个国话的，也因为安尼，伫基督正人要得到国话。耶稣将过身的人接去，伫伊第二届的时来的时，咱所有活地的人也要做伙来国话。最后，代笔做一个结论。你要将活命的路指示我，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伫你的正手有永远的快乐。无论是身躯、心灵，也是灵魂的平安，这拢毋是以后才会有的代志。当咱开始跟缀耶稣，因拢已经藏伫咱的内面，并且无人会当抢夺会走。代笔即句上尾的即句。互咱看见上帝的眼光超越人的眼光，因为对人来讲，日子是一天一天在过，咱人嘛不断行往咱人生的终点站。但是代笔较体会到，只要认捌上帝，只要互上帝引带，无论现在也是未来，拢是有方向的，拢是有意义的。所以对基督徒来讲，咱的现在已经互上帝改变啊。虽然撒旦好亲像伫咱四周围要起一个围墙，互咱看无路、行无路，互咱感觉真绝望。但是伊起的厝无厝顶啊，所以咱只要开喙祈祷，咱的祈祷就会通到上帝遐。另外，伫过偌济了后，上大的改变就是咱的未来。咱的未来嘛，因为耶稣来改变啊。死亡无过是终点，未来嘛毋是未知的一个恐怖。耶稣用伊的国话向咱显明，因为伊，咱会当勇敢面对未来。所以，当咱找着咱安怎来养成咱会当有信心，知影讲我安怎靠主来安稳的即个答案，咱若阁转来读第1节到第6节，就非常合理。咱就会当知影，为虾米代笔会当遐尔肯定，伊要将上帝放伫伊生命上重要的位置。所以即时嘛邀请咱做伙用第1节到第6节，咱来诚做咱的祈祷甲咱的感谢。咱做伙来读，上帝啊，求你保护我，因为我靠你。我的灵啊，你捌对上主讲，你是我的主，你以外我无福气。论到地上圣的百姓，伊是极其好，是我所深深欢喜的。因别个身体换上主的，因的忧苦要拿加天，因献奠火的祭，我无要献。我的嘴唇也毋提起因的名。上主是我的产业，甲我背中的份业，我所应得的，你甲我固守。所留互我的地，是伫真水的所在，我的产业实在真好。坚固信心，培养属灵的性命，绝对毋是自然产生的。但是透过咱每一天的练习，将上帝放伫上重要的位置，相信咱的性命会安稳伫上帝的怀抱。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因为你真做阮的倚靠，真做阮的帮站。你不时伫阮的正边围绕帮助阮、保护阮，主，阮恳求你，互你正经里会当知，
搁有我的主，你已经成做阮性命愿望，所以阮无得惊即个世界任何的变乱、任何的动乱，也是不安，因为阮有主通靠。主恳求你成做阮的标杆，互阮伫日常生活中间不断将你放伫阮的上头前，互阮会当来操练安尼的生活，也互阮拄着你的管教的时，也互阮会当欢喜接受、谦卑来学习。恳求主你帮赞提醒阮，愿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掀开酒报来读今仔日的经句，咱做伙来读两遍。你毋捌看见伊，也听伊，现今无看见，犹豫信伊，就对迄个讲袂出，满满有阳光的欢喜来快乐，得到恁信的结局，就是生魂的得救。彼得前书第1章第8节到第9节。恁毋捌看见伊，也听伊，现今无看见，犹豫信伊，就对迄个讲袂出，满满有阳光的欢喜来快乐，得到恁信的结局，就是生魂得救。彼得前书第11章第1节到第10节。大家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570首，圣诗570首，请起立。请徐光宇长老、徐伟清长老、曾庆仁长老负责委定奉献，赖宜家执事、曾玲仪执事负责奉献。
请起立。请坐。报告第3点，今仔日下晡12点半要召开中执会，请中执参加。第4点，今仔日下晡2点要召开发展甲建堂委员会，请顾问甲委员参加。牧区的消息，熊年团契定伫4月15日拜三上午10点，要举行团契的聚会，邀请曾静美姊妹带领赞美操。加国规矩，请客友参加，准备午餐。奉会部分老错误，请往中执来顶进。周间的聚会甲下周的圣港侍奉者，请家己看。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客。今仔日有真欢喜看到罗主任牧师来到咱的中间，罗牧师伫4楼，咱拍拍欢迎伊。这是咱来公道，咱为着世界，为着台湾的处境，咱恳求主的怜悯，咱嘛为着各地宣教师的宣教祈祷，咱为着教会逐样的事工祈祷，恳求主引带咱，无论咱的社区的宣教，也是咱对内的教育起造，咱恳求主引带，嘛为着咱的机体，神父兄已经出院，咱感谢主会当来看顾伊，咱继续来为着伊的身躯来祈祷，嘛为着燕纯。伊要继续咧做放疗，互咱恳求主医治。应轩、林水长老、以利、慧玲姐、秀慧姐、金芬姐、雨婷、阿卡姐、明珠姐、方梅姐、俊成兄、丁友兄、明理姐、道明兄、阿菊姐，咱开厝为着遮个事，为着遮个机体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互阮会当来到你的面前来祈祷。你无嫌阮的罪，你互阮会当伫你的面前来大声来讲出阮的恳求。主，阮伫遮来恳求你，也帮助阮。有时阮的祈祷是合阮家己的心意，毋是你的心意。主，恳求你留修正、调整阮的祈祷，也互阮会当顺服伫你。伫祈祷的中间，也互阮操练信心的功课。有当时啊，阮为着遮兄弟姊妹长期伫祈祷，总是因也是坐伫身躯的痛苦的中间。主，阮无明白你的意思，总是主，阮相信你甲遮兄弟姊妹同行，你也引带因、保守因，伫面对因的治疗、因的复健、因的疗养的每一个时刻，你拢伫因的身躯边来帮助因。主，恳求你就加添互阮信心，也加添互遮兄弟姊妹甲因厝内的人有信心，会当知上帝你无弃杀，上帝你时刻伫固守。主，阮也要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阮的教会的事工，恳求你来看顾。无论阮的遮对外事工，也是内部的事工，恳求主你拢使用起造，互毋捌你的人会当来教会，透过遮事工会当认捌你。互阮已经是信徒的，也互阮会当勇敢来跟缀你的脚步。主，阮也为着阮的更长的事工继续来祈祷，恳求主帮助，互阮继续超找你的心意，互阮不断修正阮的脚步。阮相信主咧要引带阮的教会行往一个新的未来。阮也要为着各地宣教师祈祷，有侪宣教师离开故乡，到伫外地伫遐传福音。
主啊，恳求你保守因，互因伫遐的生活，因的传福音拢有效果。主虽然有当时啊，伫真危险的所在，总是主，阮相信你也要固守因、看顾因，互因无受到对敌的陷害。阮也要为着阮的台湾来祈祷，主你看见阮处伫安尼的乱象中间，主阮恳求你保守，互执政者有公义会当来治理，互在野的遮嘛会当三甲来配合，互所有人民会当会当看阮即个国家来诚做阮所宝贝，因为阮相信上帝你互台湾伫即个世界中间，虽然伊真小，但是阮相信你也疼即块土地顶面所有人民。主，阮恳求你来保守，也帮助阮遮已经是基督徒的，互阮会当勇敢传福音，互也未信主的亲人朋友。主，咱也要为着世界来祈祷。主，恳求你也会当你的公义、你的真理，也会当伫世界来运行，互遮战争有丧凶，也是骄傲的遮国家、不义的遮国家，也互遮执政者，互因会当警醒，互因会当意识到上帝你的公义伫地面的治理。主，恳求你帮助，互因会当悔改，互因会当伫主你的面前，用诚心实意来听因的人民。主，阮恳求你的国会当实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主，阮也要为着兄弟姊妹祈祷，恳求你保守，互阮伫了后每一天的日子内面，阮有国外主耶稣成做阮的快乐，阮会当行出合你心意、有见证的生活。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阿门。即是咱伫主的平安内面，咱来行平安礼。我因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因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看见你来弥补主的应用，我因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是来吟圣诗392首，圣诗392首，吟诗后请陈牧师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